請你再講多一次。糖高最大嘅王牌就係補增液啦，你幾斤猛飲水都不夠補增液啊！我嘅方法從來都唔保密嘅，你查到咧就係緣分嚟嘅。但係呢個方法一旦公布出嚟，好多藥店可能都做唔落去啊！但係只要有一個人因為我講嘅說話得到幫助嘅話，送上一個小星星就係我堅持落去嘅動力啊！《黃帝內經》講啦，消谷善飢，容易口渴就係消渴。簡單講咧，佢就係陰少咗。我哋行內人嘅講法就係津液少咗，糖冇辦法俾溶解利用啊，就會堆積喺紅色嘅水管入邊嘅。所以糖越高咧，津液就越少啊。津液越少嘅話，又會令糖更加之高嘅，出現咗惡性嘅循環。想將呢個惡性循環打破就非常之關鍵啦。既然揾到咗原因，就可以用呢個小方法，佢便宜又好用啊，成本唔使2蚊雞嘅，人人都用得起啊。攞玉竹、麥冬、黨參各5克，放入保溫杯度，日日反覆泡住飲。你飲25日，停5日，再繼續飲25日。玉竹咧，佢養陰潤燥嘅，麥冬就生津止渴，黨參就補氣健脾啦。佢哋一齊配合，提升我哋身體代謝糖分嘅能力。就好似老祖宗講嘅，益氣養陰，生津潤燥啦。你飲得一段時間之後，你實會翻嚟多謝我嘅。重點係啊，呢啲材料你唔會用到劣質嘢或者流嘢啊，唔係嘅話，你飲幾多都冇用噶。如果你唔識點揀好嘅材料，喺左下角幫你搭配好噶啦，係呢種一細包嘅茶包啊，你直接帶翻去就可以泡住飲噶啦。趁住依家抵買啊，50包係個周期嚟嘅，快啲去試下啦。